多谢内容，在地人在地正来关心马祖的消息，配合农历3月小马祖热潮，台中的这个游景咧连续12档，甲大家镇南宫合作。今年以我的马祖为主题来设计，推出限量3000套这马祖平安灯的这个邮票，唔但呢看起来真特殊，内面佫有这个千里眼顺风耳的彩画，真有收藏的价值。庙举办贵会仪式，咱人3月小马祖，台中邮局小连续12年和大家镇南宫合作，今年以我爱马祖正做主题，推出限量3000套的马祖平安灯邮票册页，伊的外观是设计家真有意思，是为了要庇护我们全国的信众呢，都能够平安健康。邮票册页设计甲真水，真有收藏价值。另外，为了回报信徒，搭配邮票册页，佮特别加送马祖平安券，希望和大家分享马祖的福气。每年会使讲，阮足侪外宾啊来，阮嘛是拢用这个邮票赠送给这些外宾。庙嘛讲，将传统邮票和宗教神书结合做伙，那城民众想要收集，嘛希望透过多元行销推广，社区制作群来关注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